西藏文法典研究，自由虚词，七切让汪间，一代词，叽喳，又称总声，表示特指疑问，泛称与连锁关系。30颂，松就巴，扛明觉北唐波汝，唐波拉尼尼巴吉尔，任何全名前，一二互相连。季拉卡巴尼土咕，片盖于总称。分类：耶洼。一、指物，即Jisik 诸凡，Jidai 设若，金扎如何，基敦何意，今内务必，基切即切基类即类何故。二、指方式，其念尽所有，其 seek 直至，其得如何，其心如实，其给所言，其念所想，其脏若干。三、指人，素隐是谁，素以谁谁说，素拉月谁有，素昂谁也。四、泛指，扛Sik 任何，扛扎J 如何，扛容随意，扛内从何，扛起以何，扛拉于何，扛阳任接何也，扛中莽中胡闹。五、指时间，Nam Sik 某一时，Nam Yang 永远。六、连锁关系，叽喳躺忒喳以贼哇，素忒谁他，扛忒任何其脏忒脏若干多少，其念忒念尽所有如所有，其得忒得
如何，如是。其四，体四，直至，乃至。例句，bér句。A 表疑问语气。其次啦就吧。打波素影。主人是谁？屯啦即谁？称为何意？扛躺日杂。与何同类？B 表任指与泛称。即刻啦就吧。请我扛食准那样，捐躺远灯妮妮送。无论承办何行为，当思功过与利弊。扛起落坠，指逆金锤，拧得那么大，入消尾。比之聪慧，离二丈云，如日清净，即光明。请念屯军，其心时切，你给突个勒班紧。以如实践，所有义故，彼持金函于心间。C 表连锁关系。对萨对就啦就吧。请念约吧，体念东轨。须尽其所有而不失。速到吧，提独曲。谁种谁收。切针忙啦，提针力。多多益善。